下來繼續來到台北市松山區的北德路，昨早起9點外，有一個79歲太太要坐公車，伊為後壁車門準備要下去哩車頂的時陣，這個公車熊熊關門駛去行，這個太太怎摔到，雙腳互後輪交過，倒佇個塗骹，疼甲哀哀叫。婦人舉手表示要坐車，公車我路邊停車，互乘客上車落車。只是婦人行向後壁門，才也互線要來經，公車煞熊熊關門向前開走，互伊一個重心袂知倒落，雙腳互後壁輪交過，駕駛才感覺無對當，緊急打動下，其他的乘客嘛趕緊落車來到三公。當時婦人行動緩慢，拿了一把雨傘支撐要上車，沒想到卻被車門夾住，害她整個人重摔，被車輪碾過。民眾看到這幕，攏驚甲嗨起。車禍發生在昨早起，台北市松山區北德路，台北客運205公車，79歲張姓婦人想要為後壁門上車，但是駕駛長敢若無注意到乘客，熊熊着關車門開車，造成婦人互後壁輪交過，雙腳開放性骨折。他好像有叫，然後一直拍那個輪子，對，因為他就是被壓到，所以其實應該是蠻慘。吊衰電線駕駛長第一時間落車來看，才發現出大代誌，趕緊通報公司。那台北客運嘛回應，已經到病院關心，送慰問金，嘛會配合警方調查，負擔賠償責任，嘛會繼續加強駕駛長的刑安教育。駕駛未注意乘客動態及關閉車門起步，造成乘客向右摔倒，下肢遭公車後輪碾壓而肇事。通常公車起步進前，駕駛應該特別注意照後鏡，還有輔助鏡頭。除了觀察敢有來車，嘛要確認乘客動態。這個所發生嚴重的車禍，到底是因為大隻車受視覺影響，也是人為的疏失？警方嘛要查清。